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南华关山里南179线，因为进前落大雨，土石放落来，道路断路，居民出入爱踅横路，爱踅去家己的大埔，再搁为台南的南西玉井转去南华，路途是加出着50公里。啊，即摆要搁做风台路，居民是有够烦恼，恐惊要转去的路会更加艰难。 点马家路出现逼顺，这条路长做过6站，道警护人且驶入来会有危险，现场有红色线。台南南华关山里南179线4公里迄搭位啊，因为前几天啊拢上大雨，南179线过来位的土石厝落个4公里遐路基风口了了，规条路拢红色，车辆无法度过。 和关山里正做孤岛。因为即摆南179线未行切，所以居民必须爱驶去到加149线边拿，才个接第3线。对南西玉井对到南华，这段路都加50公里。即摆有流洪台愈来愈晚，居民烦恼会影响到物水出入，长期出路会更较歹行。正是当倒会行一路较歹呢，啊，毋过伊即摆愈来愈落，规个挡土墙规个拢倒落啊。开车只到庄头，差不多40分左右啦。对南西大埔迄边过，差不多要多加1倍时间啦。 该4公里处的上边坡打一条便道，方便让里民进出。虽然高有叫会看毛讲，但风台那过会伫咧山坡内侧开一条临时道路，好居民会当暂时通行，因为尽全力来修复，也毋过需要经费甲时间。要提醒民众，若要改行149线，速度就一定要放后慢，注意落酒的状况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